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在线上的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今天一起来领受主日的信息。今天主日的信息，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到有关于成为一个基督徒在教会共同的生活当中，我们所领受的上帝来自于天上的祝福。今天有2段的经文，请允许我带领大家来领受今天的经文。第一段的经文是记载在诗篇第65篇第4节：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便为有福。我们必因你的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在这个地方，大卫谈到了上帝圣殿跟上帝属灵的家所带给所有神的孩子们的圣殿的美福。各位弟兄姐妹，圣经所谈到的幸福跟我们在世上的观念有没有一样？盼望圣灵在今天的主日信息当中，带领各位弟兄姐妹进到神的内院，在神的恩典当中来领受。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能够尝到上帝所预备的属灵的宴席各中的滋味，来尝尝主恩的滋味。第2段的经文是彼得后书第1章第2节到第4节：愿恩惠平安，因为你们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多多加给你们。愿神能以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你们，皆因为我们认识的那一位用自己荣耀美德呼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好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着神的性情，而与神的性情有份。愿神照他的应许来帮助在云端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来领受今天主日的信息。首先我要跟大家分享到罗素在他的一本书当中谈到了2个生命的问题。罗素问自己说，人能不能得着幸福？人为什么不快乐呢？在生活的经历当中，罗素问了2个非常基本的问题。第2个问题，他问说，人有没有可能得着幸福？罗素是一个在近代获得诺贝尔和平文学奖的一个非常有才能的一个文学家。他本身被称为在近代的亚里士多德。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个人的文学作品号称为是西方的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导师跟文学的导师。他问了这2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经常会问的：我为什么活得不快乐呢？我能不能有幸福的可能？答案是肯定的。各位弟兄姐妹，哪怕你现在遇到的焦虑跟恐惧，让你觉得生命当中失去了所有的盼望跟所有的动能，但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进入到祷告，我们在神的面前来领受这一段的经文。这是大卫他亲近到神的耶和华的圣殿的时候，他从生命当中所领受。他说，神用油膏抹了我的头，神用油膏抹了我的头，而且使我福杯满溢。各位弟兄姐妹，他再次说，他继续接下去，他说，我要一生一世居住在耶和华的圣殿，直到永远。今天我们所领受的诗篇65篇第4节，就是大卫他在神的属灵的家的里面，他尝到了神所预备的耶稣基督。在他的教导跟比喻当中，他谈到了有一个财主，他为世人预备了一个宴席，他邀请了人来参加他的喜宴。各位弟兄姐妹，天父上帝经常是等着我们进到他的内院来领受圣殿的美福，来享受这个天国的宴席。这一个他说满足了，这是中文的翻译。事实上真正的原文的翻译是心满意足。
这种满足是满出来的，是心满意足的。所以在台语的圣经说，这种是一种心满意足、心满意足的祝福。各位弟兄姐妹，愿这一段的经文在今天的主日，成为神通过教会为大家所攻读通过代祷，能够进到各位弟兄姐妹的生命跟心灵的深处，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心满意足。这也是大卫在他的诗篇第16篇，他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将要安然居住。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我的身体将要安然的居住。”这是一种全然的、全备的，是心满意足的，是全人的。愿神照着他自己给大卫的应许，也赐给在线上云端的各位弟兄姐妹。大卫在他65篇第4节的最后那一句话，他谈到圣殿的美湖，圣殿的美湖，这是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一句话。在今天的主日当中，我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继续带着祷告的心问你自己：当你跟随了主耶稣基督，当你成为教会的这一个属灵家庭的一份子，好不好问自己说，你有没有真正的尝到，你成为一个基督徒，在这个教会共同的生活当中，你真的享受到圣殿的美湖？我们做礼拜不应该只是一个习惯跟规矩，我们做礼拜不只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社交的行为。我们做礼拜最大的原因，应该是我们渴望能够亲近良善，我们渴望能够亲近那一个幸福的源头。我们带着疲惫，我们带着焦虑，我们带着绝望，我们一进到神的身边，安然居住的时候，神的大能，他的爱跟圣灵就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的生命就尝到了一个生命的美湖。这也就是大卫说，来尝尝主恩的滋味。各位弟兄姐妹，每一个主日我们亲近神，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愿意用这一段的经文，邀请各位弟兄姐妹继续为自己在属灵的生命当中摆上你自己的渴望跟祷告，跟神求说：主啊，我要进到圣殿领受你的美湖。每一次我进到圣殿，就是我能够生命重新力上加力，能够重新得力展翅上腾的一个神圣的时光。圣殿是一个神圣的之处，与神相遇是一件快乐的事情。盼望我们在今天圣经的经文带给各位弟兄姐妹又珍贵又全备的祝福。这是彼得写给弟兄姐妹的书信当中一句很美丽的话语。刚刚我已经为各位弟兄姐妹攻读一次。他在彼得后书的第1章第3节，他说：上帝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跟金钱的事来赏赐给我们。我们今天聚集聆听神的话语，最重要是通过圣灵的帮助来明白神话语里面所隐藏的一切奥秘。我们思想不通，我们听不懂，但是圣灵就运行，将神的奥秘能够讲给我们听。特别他谈到了这一切奥秘的事情是什么呢？这些奥秘的事情是珍贵的，而且是极大的应许，是来自于天上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这也是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他谈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见，耳朵未曾听，连心思想都思想不透的，是运行在人的生命当中的一种大能。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用一种渴慕的心继续来思考，继续来领受今天主日的信息。什么是全备的祝福呢？也盼望圣灵带领各位弟兄姐妹终其一生没有离开神的身边。这是大卫他从心里面对神求，我只有一件事，我向神求，就是能一生居住在神的圣殿的里面。我们成为这一个大家庭的一份子，能够经常称阿爸天父为我们属灵的家的父亲，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宠，因为他先是给我们成为他孩子的身份。这种身份让我们能够进入到圣殿的深处，能够进到内殿，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
所以保罗在今天诗篇65篇的第4节，他谈到了圣殿的美湖。各位弟兄姐妹，这一句话是否曾经抓住过你的心思意念？你也曾经花过时间问你自己说，到底大卫所讲圣殿的美湖是什么呢？什么是我在宗教生活，我在成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旅途过程当中，我尝到主恩的滋味？刚刚我引用文学家罗素他所问的2个问题，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为什么不快乐？各位弟兄姐妹，事实上圣经就是在带领这些焦虑跟着暗夜哭泣的孩子，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家，进入到神的圣殿，能够从神亲自领受这种祝福。所以圣殿的美湖，在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4个很重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能够领受的。在新约的圣经谈到，我们当坦然无惧来到神施恩宝座前，领受他的恩典，做我们及时的帮助。进入到神的圣殿，最重要的第一，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我带着渴望跟交托。我带着渴望跟交托，我在我的生命当中许多的难处，我来进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我跟神说：主啊，你的孩子遇到困难，主啊，你的孩子遇到我生命当中我无能为力的事情，好不好让我在你的面前得到你的怜悯？所以圣殿的美湖，第一个就是当我们坦然的遇见这一个恩典的主人，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从他的手中领受属天的祝福，各种的属灵的恩赐，各种属灵的福气，这是圣殿美湖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当我们进入到圣殿，最重要的就是遇见神。2000年来，教会所有的聚会，都是希望能够帮助神的孩子，能够在圣殿的当中遇见神。所以教会的建造不只是做礼拜而已，教会的建造就好像一个家，让许多心里面有劳苦跟有重担的孩子，能够安安静静的坐在圣殿的里面，哪怕是没有牧师讲道的时刻，当我们安静的在神的面前放下我们心中的重担，神就来到我们的身边，就坐在我们的身边。各位弟兄姐妹，圣殿的美湖，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经历到那一个看不见的上帝，就安安静静的陪我们坐在他的圣殿的里面。所以圣殿的美湖就是遇见神。所以今天在诗篇的65篇第4节的第1句话，他说：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这人便为有福。各位弟兄姐妹，在今天主日的信息好不好？让今天的经文就邀请你重新跟神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你跟神说：神啊，我听见这一个邀请，求你让我能够打从心里面的深处跟神说：神啊，我愿意，求你带我进入到你的圣殿，让我亲近你。因为我深深的相信，当我亲近你的时候，主你必亲近我。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圣殿的美湖就是带个疲惫、孤单、焦虑的人，他渴望能够有人安慰，渴望能够有人陪伴，渴望有人能够拥抱，渴望有人能够扶持他，能够遇见神。教会最重要的功能跟使命，就是带领人遇见神。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除非神愿意。但是我们恳切的答案就是神本来就愿意，只是人有没有安静下来能够聆听。有时候我们并不真正的能够安静下来来遇到神的安慰，就如同在以马五世的路上，各位弟兄姐妹记得那个故事吗？这些门徒因为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所以他们带着绝望跟恐惧，他们就离开了耶路撒冷。他们要回到自己的家耶利哥，经过以马五斯的这个路上的时候，耶稣复活的基督亲自来陪伴。当时说他们带着忧愁，当耶稣基督跟他们谈这些事情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他们竟然
看不到耶稣。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今天能够将我们自己的重担能够交给神。我也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问你自己说：你尝过主恩的滋味吗？你是否已经真正的领受过福音的滋味？如果尚未真正的享受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如同今天经文说，这人是有福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就按着我们的内心跟神求说：主啊，求你将圣殿的美福就赐给我。我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你可以做一个祷告的仪式，你向神伸出双手，你张开你的嘴巴跟神说：神啊，求你将你的恩典就放在我的舌尖。主啊，你将你的恩典就放在我的舌尖，我在你的面前，我吐出我的舌头。主啊，你将你的恩典就放在我的舌尖。在今天主日的信息当中，主啊，你就将这种甜美的恩上加恩放在我的生命当中，让我不只是听到圣经的教导跟圣经的知识，让我能够从我的内心深处有那种喜乐圣灵的同在的那种满足，心满意足的祝福能够临到我。今天的礼拜就成为每一个弟兄姐妹开始生命的经历的开始。信仰不能没有经历，信仰是要有神的话语的教导，但是更可贵的，这个信仰是可经历的，这个信仰是应该被经历的。各位弟兄姐妹，耶稣说他在门外叩门。耶稣说：凡听见我声音开门的人，我必进入到他的生命当中。愿今天的主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今天主日的信息，我要跟大家谈到2个祷告。第一个祷告，求圣灵将圣殿的美福教导，让我能够明白。刚刚我有谈到，第一个圣殿的美福，就是人坦然无惧到神的施恩宝座前，领受神的恩典，作为我们及时的帮助。虽然所有的门都已经关起来，但是神必为我们开一起盼望的门跟祝福的门。圣殿的美福，第一个就是领受神的恩典，作为我们生命及时的帮助。第二个，圣殿的美福就是我们带着疲惫的心，我们进入到神的院所，我们进入到神的圣殿，我们的心灵就得到安静，我们的心就得到拥抱。我们回家的时候，我们的父亲就跟我们说：孩子回来了就好。这个母亲就为我们铺上了洁净的床铺，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圣殿的里面得以安息。所以教会的祷告会不只是一个公然的列举一个清单，一件一件的为生病的人祷告，为了需求祷告。圣殿里面的一个祷告会，其实最重要，所有在修道院里面的早祷、午祷、晚祷，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让人能够在圣殿的里面遇见神，而且得着修行。所以祷告其实有时候是不需要讲太多的话，祷告的言辞其实简单又有力量。好比说，属灵的父亲经常告诉我们一句话的祷告。什么叫做一句话的祷告呢？他说 Kyrie eleison，Kyrie eleison 就是耶稣基督，求你怜悯我。古老的传统说，当我们已经疲惫到伤心到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话语来祷告的时候，从内心当中只有一种呐喊跟呼喊说：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求你怜悯我。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耶稣啊，救我。简单一句话就是主耶稣基督，求你救我。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古老2000年来的非常能够帮助心中劳苦背重担的人在心里面的呐喊：主耶稣基督，你在哪里呢？主耶稣，你的孩子今天回到了家，进入到圣殿，主耶稣基督，求你怜悯我。圣殿的第3个美福就是我们得着怜悯。再过来，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当中，当然圣殿的美福包含神用他的话语来祝福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神用他的言语创造天地，我们知道神的言语一旦被攻读，就产生了极大的力量。我们经常知道神的话语是带有祝福的能力，所以鼓励做父亲母亲的人，面对你的孩子生命上的一切经历，
不急着用责备跟谴责羞辱他们，反而用更多的鼓励跟安慰。所以我们相信，积极的话语是带来祝福，谴责的话语、审判的话语是带来的创伤。各位弟兄姐妹，圣殿的美福第四个原因就是聆听到神的话语。这再等一下，我们读以弗所书第3章第1节的第3章以弗所书第1章第3节的那一段话语，他说：“所有一切天上属灵的福气，天上属灵的福气。”以弗所书第3章第1节最后的一句话就是一切属灵的福气。那个福气的原文希腊文叫做 eulogia，eulogia 就是好的话语。所有教会的属灵的长辈都相信，当我跟人说祝福的话语的时候，人就会充满了神的恩典。这也是耶稣基督的典范。他拿起了5饼2鱼，圣经说他就高举，他就祝谢。高举的时候就是看着天父上帝，然后他就用他的话语祝福这个有限的5饼2鱼。各位弟兄姐妹 eulogia 就是这个意思。当我宣告这一个平凡的生命即将成为神所用的器皿，当我宣告这一个受伤的心灵即将被神的安慰，怜悯人的人必得怜悯，连续人的人必得连续。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言语的它的爆炸性的一个能力。所以在圣殿的美福当中，第4个就是聆听神的话语。所以每一次我们做礼拜的时候，我们应该跟神求说：神啊，今天我要领受一句能够改变我生命的话语。第5个，圣殿的美福就是渴望神的生命亲自的充满。今天说极大又宝贵，极大又宝贵的应许是应许什么呢？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到底是什么呢？保罗在他的罗马书跟哥林多前后书，他谈到了圣灵的充满。一个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就是圣灵的内住。保罗在罗马书跟哥林多前后书很清楚的谈到，当圣灵内住在一个人的内心的里面，他就参透，就明白自己人生的事情跟上帝一切创世以来所隐藏的奥秘。圣灵内住就是一种新生命。所以今天我们听到了彼得写给他的弟兄姐妹的彼得后书的第1章第4节，最后他说，他们就领受赐给我们这个宝贵又极大的恩赐，让我们能够得着上帝的性情，得着上帝的性情。上帝的性情这个本身，这个经文的原意是by nature， 就是上帝的本质跟上帝的存在。当我领受这个应许，就是上帝自己，上帝将他的性情放在我的里面，从此以后我就不再受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情欲的败坏所辖制。彼得说，当你领受了神的性情之后，情欲的辖制就不再能够控制你，你将脱去了这种情欲的败坏，能够让神的良善，一切的良善。这也是圣殿的美福。圣殿的美福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旧约的圣经，它直接换成英文叫做 goodness， 就是一切的所有的良善。当神将他自己的本性，就是良善，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成为一个尊贵尊荣能够发光，有神的良善跟神的性情与我们同在的基督徒。过去种种，比如昨日死；今天种种，比如今日生。这也就是保罗所讲的：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变成新的。这是圣殿的美福，让我们重新领受今天的这一段话语。他说：你所拣选让他亲近你的人，让他能够居住在你的圣殿内院，这种人何等的有福气。诗篇经常都用何等有福气的人来做他的诗篇的开头。其实诗篇的第一句话，第一篇第一句话就是何等有福气的人。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如果你听到了这个经文的解释，好不好？你就从内心当中跟神说阿们，阿们。何等有福气的人！主啊，今天能够听到这种经文的解释，对我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跟重要。我将成为有福气的人，如同树栽种在溪水旁。主啊，你将为我打开圣殿的大门，你将敞开那个至圣所的布幔，我能够与你坦然无惧的相见。我进入到你的家，我进入到你的圣殿。主啊，你所有的一切良善，圣殿的福气。福气这个字，刚刚我已经讲了好几次，它的英文的翻译叫做 goodness， 就是所有一切天上所预备的良善，一切让人幸福的事物，都将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主说：“你以此试我。”在旧约的圣经说：“你以此试我。”你尝试的将你的手向神伸出来，来试试看。你高举我赐给你一个恩典救恩的杯。尝尝主恩的滋味，你将心满意足。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教会为大家守望，跟教会为大家攻读的一个祝福的一个话语。神为你我，神为你我，因为我们爱神，神也爱我们。今天在我们来到这个云端上相见的时候，其实我们彼此不相识，但是我们同为神的爱子，我们同为神家里面他称为我们所爱的孩子。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章第9节，他说：“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我们在生命当中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是我们父母也没有办法开我们的眼界，我们以前的导师也没有办法跟我们讲这件事情何等的可贵。”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恳求圣灵将这种应许能够放在各位弟兄姐妹的舌尖，放在内心的深处，放在你的腹部，将来所有的你的情欲，让神让我们能够心满意足。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在今天的聚会当中，我们共同成为有福气的人。一次有人听耶稣基督的讲道，在耶稣基督谈到天堂的宴席、天国的宴席那个妖宴的时候，有人拒绝，却有人领受；有人是不配得，但是却得着了天国宴席的邀请，而说 Yes, I do， 我愿意。各位弟兄姐妹，这些人是在天国里面吃饭的人，有福了。今天我们在神的主日当中，我们领受神的话语，我们就是领受到从天上而来的属灵的粮食。我们在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好不好？我们就将我们的心摆上。我们跟神说：“求你斟满，求你斟满了我的杯。”这是上个礼拜的祷告。上个礼拜我们说穿新衣，饮新酒。我们曾经在上个礼拜当中摆上了一个祷告，说：“神啊，我将我空虚的杯，我将我的生命的杯向你高举。主啊，求你斟满，你能够斟满了我生命当中，用你的宝血，因为你说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你的宝血所设立的，我们当如此行来纪念你。主耶稣，求你斟满了我各弟兄姐妹生命的杯，我的生命即将因为你的祝福能够心满意足。主啊，主耶稣基督，他的祝福是超越牧师对圣经所讲解的圣经的知识。基督徒不能够只拥有圣经的知识，我们必须拥有圣经的经历。圣经所记载的其实就是一种见证，不只是一个知识，而是一个可经历的、可享用的天国的宴席。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张开口的时候，我们跟神求说：“神啊，求你将天国的宴席就放在我的舌尖，让我能够在今天的礼拜当中，我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主耶稣基督，当我尝到你主恩滋味的时候，让我无怨无悔的用我一生渴慕的心来追求你。在这个属灵的宴席当中，让我能够饱尝，让我能够真正的经历你的同在，你的爱的爱护，你的爱的安慰，你的爱的鼓励，你的圣灵的运行跟你的圣灵的充满。愿神的圣灵跟生命是一个全备珍贵极大的又珍贵有价值的，就是上帝自己。上帝自己成为基督
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故事，不只是谈有一个人曾经通过童女生产来到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尝试着用人的知识去了解。他说这个道理我根本无法接受，一个处女一个童女竟然能够生子，这是在科学上是不可能的。各位弟兄姐妹，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在人不能，在神的创造界有许多是雌雄同体的。当然我不是说人必须要雌雄同体才有生命的孕育。在这个神的创造当中，有什么是超越人不能的？那个就是天国的宴席跟神的绝对的能力。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来领受，因为神愿意将有关于生命跟金钱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神愿意将有关于我们生命的隐藏的奥秘，保罗讲得非常的美。他说神在创世之初就已经预备的奥秘，一切奥秘，圣灵愿意将这些奥秘，神隐藏的奥秘讲解给我们听，就如同耶稣基督愿意用比喻讲解给他身边的人听。他说听见的人有福了。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有福气的人，只要我们愿意从生命的领受，我们跟神求说，神啊，我是一个愚钝的人，我是一个愚昧的人，主啊，我是一个骄傲的人，我经常对你的话语听而不读，我视而不读。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今天能够跟神感恩说，主啊，求你教导有关于生命的事情，是我一生的事情，人的事情跟上帝的事情。人如果认识了神，才能够认识自己所遇到的一切奥秘。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跟神求说，主，我感谢你，今天我们在圣主日里面，我们在主日里面所攻读的这个经文说，一个宝贵又极大的应许。主啊，你为爱你的人所预备的，是量身定做的。上个礼拜我们谈说，穿新衣是神所量身给我们的量身给我们的祝福。就好像大卫在他的诗篇说，所量给我的地，应许之地，是坐在那个极美的地方。我们用那句话来跟神求说，神啊，你量身定做给我一个生命圣洁的衣服。今天我们重新来领受这个极宝贵又极大的价值的恩赐应许，就是上帝自己。上帝将他所有的属性，上帝将他所有的荣耀就赏赐给我们。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今天的第一个祷告。我们来到了保罗他以弗所书第1章第3节，他说，愿颂赞归于天上的天父，他经由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各位弟兄姐妹，把这一句话放在你的心里面，恳求圣灵很清楚的跟你说，孩子，我愿意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你。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就领受，凡求的祈求的就必得着。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跟神说，神啊，求你用天上的属灵的福气改变我属世的生活，求你用天上属灵的真理来改变我属世的思想，让我的生命得着全备，让我的生命如同神你的春天的雨降落在我生命枯干的土地上，让我的生命得到滋润，让我的生命能够生机勃勃。这是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跟神求说，圣殿的美福，恳求降恩雨的神，恳求神降恩雨的神，今天将他属灵的圣灵的恩雨就降临赏赐给在云端上的弟兄跟姐妹。让我们今天领受神的话语，我们也尝试将神所给我们今天圣经的话语，如同生命的真理的种子，我们就埋在我的内心当中。愿神生命的江河就运行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当我们愿意将神的话语跟真理就放在我们的内心的这一块土地上，种子落在好土上。上帝所应许在启示录第21章，他说，从上帝的圣殿流出来的一条生命的江河，
从上帝的圣殿里面所流出来，天上的圣殿流出来的生命江河，将浇灌在我的内心当中。这是今天这个经文的应许。愿神亲自讲话，愿神亲自成就，愿神差遣他的圣灵，就是他自己的灵，来进入到各位弟兄姐妹你的家园、你的内心当中。这一个从天上而来的生命的江河，将浇灌各位弟兄姐妹。神所给我们这个生命的种子，我们就放在的、珍惜的，就让它藏在我们生命的沃土里面，让这一个生命的江河长出这个生命的树。这是今天我们的第一个祷告。我们在神的面前恳求神来求你帮助我，让我生命的种子，就是天国的种子，芥菜种，那么小的芥菜种，在我的生命能够长大，能够发旺，能够生长。英文叫做 flourishing， 就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让我在你的圣殿里面栽种在耶和华的圣殿中的树，他们将发旺成长在上帝的庭院的里面。各位弟兄姐妹，你我怎么有这种的恩福，能够被栽种在上帝圣殿的内院呢？神说是的，这就是我的心意。让我们在神的圣殿的里面被栽种在他的圣殿，能够成为神的应许。第二个，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做分享，愿各位弟兄姐妹成为一个新造的基督徒，能够反省你在教会里面这些年日当中，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参与教会的活动跟教会的礼拜。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被改变，因为上帝是个灵，我们必须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我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带着随便的态度去做礼拜，应该带着3个态度：第一个渴慕的态度，第二个敬畏的态度，第3个是清洁圣洁的态度。我们要去做礼拜，至少要有3个态度。第一个，你要渴慕能够看见那个看不见的神，渴慕的人就得着。第二个，我们必须要在神的面前带着敬畏的心。我们就进到教会的里面，我们不是参加一个社团的活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不只是要去找聊天的伙伴，我们进到教会的里面也不只是为了享受那一顿在礼拜天的一个爱餐。我们进到教会的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教会的主人，就是这个属灵家的父亲。我们去遇见，我们去敬拜，我们去亲近他。各位弟兄姐妹，一个懂得敬拜的孩子，他的生命会很健康。我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不论是你在云端上敬拜，或者你进入到你属灵的家，就是教会，不论你用什么样的方式，都一样，必须要用一个敬畏的心、渴慕的心跟清洁的心来做礼拜。如果你还在这种COVID-19 的这种疫情期间，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实体的礼拜已经成为一个过去，有些人已经还停留在云端上。各位弟兄姐妹，这不是一个绝对不好的事情，但是有实体的礼拜，也有内心的礼拜。我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哪怕你或许因为有一些拦阻，比如说工作的排班的时间，让你不允许在主日上去做礼拜，或者你的身体的健康的情况等等，你仍然能够在你的内心当中去敬拜我们的主。所以在内心的圣殿，仍然需要有一种渴慕，仍然需要有一个敬畏的心，仍然需要有一种圣洁清洁的心。各位弟兄姐妹，一个好的基督徒懂得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参与礼拜，因为我们预备将我们生命的杯子洗干净，要喝干净的水，就必须要用干净的杯子来领受。所以我们要领受神的杯子，我们必须要用一个合理的态度。神说你不能用随随便便的态度来喝我的杯，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进到圣殿的时候，我们是恭敬的矗立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尝主恩的滋味，我要敬拜这个看不见的上帝。所以我们必须要用祷告的心。我们去教会不是做客人，各位弟兄姐妹，你要为教会祷告，你要为牧师祷告。你回到你自己的实体的教会的时候，你要多赞美，你要多鼓励。
为你自己的这个教会的牧师祷告，为教会坐在你身边的弟兄姐妹祷告。愿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帮助别人遇见神的教会。我在这个教会有很多鼓励的故事，其中一个鼓励的故事，就是一个走到生命尽头、曾经自杀的人，当他带着一个走投无路的一个情境。他跟牧师，他没有打搅牧师，他亲自进入到圣殿的里面，安静的坐在圣殿的里面。后来他得救以后，他告诉我那个经历。他说：“牧师，那一天我进到教堂的里面，我安安静静的坐了将近1个小时，我没有看见上帝，但是牧师，我知道上帝坐在我的身边。”他让我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各位弟兄姐妹，神虽然看不见，却可经历。我们的教会必须成为带领人经历神的教会。我身为一个牧者，我也知道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在我不能，但是在神可以。就好像在云端我们的相聚，我们虽然看不到彼此，但是这一个充满了爱的天父上帝，超越时空，将我们拥抱在他的怀抱当中。各位弟兄姐妹，愿你成为为教会守望的基督徒，如同在教会里面那些恭恭敬敬为了牧师的讲道，为了教会的聚会做守望祷告的那一个花电机，那一个守望的守望者。各位弟兄姐妹，让我在神的面前能够高举神。神是灵，神就是圣灵。凡敬拜他的人，必须用心灵跟诚实，用真神。诚实这个字叫做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诚实这个字叫做阿们，实实在在。所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其实就是阿们，阿们。Truly, truly， 就是真实的。神的神就降临在我们的当中。”各位弟兄姐妹，让我用这3个态度来提醒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领受这个圣殿的美福，我们至少要有很重要的3个态度。第一个，你必须渴慕上帝，如同鹿渴慕溪水。渴慕的人，亲近神的人，就必得着。第二，你必须要敬畏神。你必须要敬畏神的话语，你必须要敬畏圣灵的感动。敬畏神的人才听得懂神的话语。一个不懂得神的话语的尊贵的人，经常会亵渎、会嘲笑基督徒所读的圣经。光读圣经、光祷告就有用了吗？各位弟兄姐妹，有用。但是不懂的人，没有敬畏的人，他们就失之交臂，他们就失去了天国的恩福。敬畏神的人，神就必高举他；敬畏神的人，神就必高举他，成为他所使用的器皿。神就差遣我们，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神就高举我们，如同在圣经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以利亚敬，神就高举他，神就设立他，神就将设立他成为一个以色列家族的一根钉子，就钉在那个墙壁上，所有的子子孙孙就掉过在他的身上。各位弟兄姐妹，神就将那个天国的钥匙，那一把钥匙交给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的意思，本来那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高举，神按立，神高举，神设立。以利亚敬就是这一个意思。Eliakim Eli 就是 El 就是神。Akim 就是 Kum 就是神稳固、神照顾、神设立的意思。各位弟兄姐妹，敬畏神的人将成为神贵重的器皿。神是圣洁的神，他不允许我们饮了魔鬼的杯，又饮他的杯。各位弟兄姐妹，圣经说我们不能一边喝神耶稣基督救恩的杯，另外一方面又饮天下的美酒，就是世界上这一些世界的杯。说我们不能有2个主，我们不能同时花天酒地，又想要过圣洁的生活。各位弟兄姐妹，圣洁的生命
是门户的，进入到神施恩宝座前第一个那一把钥匙。所以我们古老的灵修传统这些属灵的导师都会告诉我们，品格的衣服是进入上帝圣殿的门，品格是进入上帝的门的第一把钥匙。愿神在今天他的圣灵将他自己的话语再一次的响亮的告诉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响彻天宵，能够听到圣灵所讲的话语，说有听见的人有福气的，有耳朵的人当听他的话语。愿神将圣殿的美福就赐给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终其一生住在神的内殿，享受神圣殿的美福，直到永远。我们同心来祷告。天上的父神阿爸父，我们同心敬拜你。我们打开圣经，领受圣灵的感动，我们领受圣经的话语。今天我们有一个渴慕，就是天国的宴席跟圣殿的美福。主啊，恳求你恩待所有我的弟兄姐妹，也恳求你恩待你的仆人，让我们所有听见的人都说阿们，让所有听见的人都领受。你就将圣殿的美福就放在我们的舌尖，放在我们内心的圣殿的里面。祝福每一个在你的面前摆上生命，愿意用敬畏的心，用渴慕的心，用圣洁的心来敬拜你。你祝福天下所有的教会，让所有的教会门被打开的时候，人就坦然无惧的进到圣殿的里面，就遇见了神你自己。你祝福奉你的名所设立天底下所有的教会，我们在你的面前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